天下是健康，人讲天下是地理。这边要看人讲是循环，这边上一届的差呀，和第一届一起联系，一届资源一地，香港一档期，那些还一地。汉字正的汉，汉字一切打一律，一律的讲，在是客家，全客家，外国也有这点，是讲是样子，有权全家人，有权天良之选。
夫子温良将贤良以得志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次以后人之求之无。11章，主话夫在官之治，何不官之行？3年无改有夫之道，可为孝矣。12，有主话，女之用何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礼。下代有志，有道不行，离合非礼节制，也不可行也。13章，有主话，心经有义，见可合也；见经有礼，观体作也。因不是之亲，亦可当也。14，主话，君主是不求道，孤无求安。令有事理性有言，就有道理正定，可为好下也矣。15章，主讲话，典理无忝，夫理无骄，何如主话可也？为了典理的夫理好礼者也。主讲话，诗文，主车主车。主动主谋，以书之为无。主话，书也，须可有言之意义。这主按理之来讲，16章，主话，不还人之不记的，还不知人也。继续读为政第2。第1章，主话为政以定，譬如百姓，使其所以将相将治。第2章，主话使分别一言以备治，话使无暇。见可合也，见见有礼，观体作也。因不是之亲，亦可当也。14，主话，君主是不求道，孤无求安。令有事理性有言，就有道理正定，可为好下也矣。15章，主讲话，典理无忝，夫理无骄，何如主话可也？为了典理的夫理好礼者也。主讲话，诗文，主车主车，主动主谋，以书之为无。主话，书也，须可有言之意义。这主按理之来讲，16章，主话，不还人之不记的，还不知人也。
者第4章。此外，我是有我日子有限，但是自立，此时你不歇，我是自知天定，若是自逆顺，其实你将心所有不足故。第5章，并以自本后，自外不为，还彼如。自错之外，并身本后无我，我对外不为，还彼外，何为也？自外，相属之一类，自重之一类，这是一类。第6章，并无别本后，自外。故我以其即之忧，第7章，自有本后，自外，兼之后者是为应用，只有天马在灵有用，不见何以得好。第8章，夫下本后，自外实然，有事地主合其乐，有就是神仙传。应是因为好好。第9章，自外，我无悔言将日，不为如故。何以性之事也就依法悔也不如。第10章，自外，视其所欲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恩所在，人恩所在。第1章，自外，温故立之心，可以为师矣。第2章，自外，君子不欺。第3章，子贡问君子，自外，先行其言，如何将之？第4章，自外，君子久理不避，小人避理不究。第5章，自外。第2章，自外，君子不欺。第3章，子贡问君子，自外，先行其言，如何将之？第4章，自外，君子久理不避，小人避理不究。第5章，自外，合理不思则动，思理不合则败。第6章，自外，刚恶异端，腐害也异。第7章，自外，有非律低之后，低之为低之，不低为不低，是低也。第8章，这边合战了，自外，多闻夸疑，信言其无，即加有，多见夸大，信行其无，即加会。言加有，行加会，各在其点矣。第9章，哀公问话，何为不明学？孔子对话，故地出自安，这明学；故安出自地，这明不学。第10，为孔子问书民竞标一款，只是何？自外。点是一张即见，好足即标，古先列教不良即款。21章，所以孔子话
好，以好友有兄弟。小有情，昔日为情，何其为情。22节。安处随缘，故地出自安，这边好；故安出自地，这边不好。2对孔子问书名，近边一看，只是和主话。点第一章接见，好主接边，古先列教不良这块。21章，从孔子话，此何不为见？此话此人好好，以好友有兄弟。昔日为情，何其为情。22章，此话人力不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在知不觉，下知不挂，其何以行其在？23章，此章问14可比也。此话问因有下列所分也。可比也，只因有问题，所分也，可比也。今日这酒下随得世，可比也。24章，此话非其贵利自己欠也，见义不为无用也。将此话以这第一关，不如诸下之不也。故我将贵系入泰山，作为良友患，如不能救无对话，不能此话，将为泰山，不如任行河。第7章此话。君子无所将，必也下好。不良理性，下理应，其经也君子。夫下文化，卡条谈气，衣带谈气，所以为贤气，何为也？此话为是何动？话为何何？此话。其余假
相呀，时刻有人意义。第八章自话下类我灵人士，其不足定呀。温类我灵人士，上不足定呀。温现不足学呀，直接我灵定是。第九章自话对付机关立案下，我对关系。第十章下面第说自话不敌呀。第十呀，只有天下呀，只有是做书学知其中。11章世如在，知行如行在，自话我不污罪，我不罪。12章安顺大本观，无记未有二，定未有作，初为呀，自话不然，实际有天无所道呀。13章自话只敢有时代，小小学问代，我将就。14章自入太了美术馆，是话社会多人之子地内学，入太了美术馆，自文之外，是内呀。15章自话写不知皮，为了不当初过一道呀。16章主控一气确实是阳，自话需要你爱之阳，我爱之内。17章自话时间尽力，人为天呀。18章定功本真夫行，行属官如其何，康治对话，官夫行一类，行属官一章。19章自话官夫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20章哀公文下有灾难，灾难对话，下河是以穷，温人以别，救人以烈，话书人正烈。21章自文之外，相书不实，虽书不敢，既安不见。21章自文之外，相书不实，虽书不敢，既安不见。第22章自话官兵之气下战，
是官兵欠好，万是有三归，官事不业，恩德欠，前职官兵地内好，当官事业本，官是业事业本，当官为将军事好，要还店，官是亦要还店，官是伫地内，下不地内。第23章，自古老太师乐话，一句可比也，是道协主也，强是孙主也，教主也，业主也，以行。24，以行人天显化，君子之之无私也。我理想不必见也，强者天子，说话以三子何患无上好？天下之无德也救矣。天将以父子为特征，25章，子为孝，尽礼义，有尽善也；为母，尽礼义，必尽善也。23，说话故乡不宽，为乐不敬，今生不哀，我何以观自在？
是天主话为付出人民文化，何为也天主话辅助基督相属的意义，将主话君主如有，而小人如有的，将主话见贤思齐言，见不贤即为主信仰，特别将主话除忽略之感，见之不讲，究竟不为，得理不管，高将主话何乐在不管有必有好，是个将主话三年不改无之德，可为好语，是个一将主话忽略之年，不可不知呀，一节一喜，一节一苦，是个二将主话二甲言之不出，批将之不待呀，是个三将主话以有实质者现意，是个四将主话公主人物有言，必定有限，是个五将主话也不高必有灵，是个十将主有话属公所属约语，并有所属所语。讲鸭tiếng thầy chặt hạt con鸭tiếng từ về tứ trang是为con鸭tiếng科学呀，水在的是指标会的吹呀，一个字配置就是将是为南洋，当有的不会，当无的任有行列，一个乡的字配置，第三将是为主将，君主在玉人，若无君主者，书言出书。第四将主行文化，父也何如？主话如其也，我何其也，我练也。第五将是我应也，行理不定，主话应用定。无人以可见，无精无人，不知其人，应用定。第六将，这是一条开书对话，我自己的灵性主言。第七将，主话不行，行乎乎有害，像我者有为，除了本之喜，主话有也好用各样，无所出歹。第八将。并不别本主的今后主话不知也，一问主话有也天性之道，可知自己乎也，不知其人也。久也何如？主话久也天性之意，不祥之家，可知为之在也。不知其人也，却也何如？主话却也失败的不了，可知并缺钱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至于之讲话，路何也学路？对话，父也何敢无回？
回呀文一一比10，数呀文一一比2，数呀复读呀，我有如复读呀。第9章，该无调请，数呀书目不可标呀，粪土之情不可无呀。无何多，数呀死我无情呀。天之言的性之性，今我无情呀；天之言的观之性，无解释。第10章，是话我哋健康者，且对话心肠，是话肠也言即讲11章，是同话我不若人之家自我呀，我若无家自人，是话是呀非你所及呀。12章，是同话父子之本将可得的本呀，父子之间成有天道，不可得的本呀。13章，诸罗有本，地之灵行，以强有本。14章，主狂本愿，狂本主何以为之本呀？是话天地好下，不体下本，是以为之本呀。15章，作为主善，有君主之道事言，其行既也强，其事上也强，其英明也会，其思明也奇。16章，主话暗平中，善有情道，主力经济。17章，主话公文中有态，三则多则。何如其地也？对，主张文化，连温治文，凡事为连温，无虚设，善意志，无温设，求连温之情。第一，个性连温，何如自话相应？话人以后，话地地人正人。谁知气者公，天文主有马一行，其力为之就他当，即话有我大夫推主呀，为之一般，即又话有我大夫推主呀，为之何如主话天意话人以后话地地人的人。大将贵文主三夫离合行，自文计划，在书可以。20章，主话并无主，当有得即地，当无得即无，其地可及呀，其无不可及呀。21章，自在变化，归无归无，我当之下主共战。虽然成中，不知在台子22章。
蛇，严肃为基本清晰，自外物之父，清亦达，物之如，严肃物之实无尽，自外。出师失者也，先飞马比天桥，我本是也。君子就其不计乎？万夫为之哉，为之实纠别属。自外无以无力天地相当合。第六章，作为中将外，皆有之主，先加感。水也不用三川以下都给他讲。自外回也，基金三瓜不为人，即无一直觉自然之意义。而且对旁者更重要，可是将性也无，自外有也个，不将性何有？所以可是将性也无，所以得。我将性何有？只也，可是将性也无。只也个，我将性何有？第八章，为是自民之天为必战，民之天外，现在那夫人，如何那家，这么不在文相义。我本是也，君子就其不计乎？万夫为之哉，为之实纠别属。自外无以无力天地相当合。第六章，作为中将外，皆有之主，先加感。水也不用三川以下都。第六章。自外回也，基金三瓜不为人，即无一直觉自然之意义。而且对旁者更重要，可是将性也无，自外有也个，不将性何有？所以可是将性也无，所以得。我将性何有？只也，可是将性也无。只也个，我将性何有？第八章，为是自民之天为必战，民之天外，现在那夫人，如何那家，这么不在文相义。第九章。一有有事，自本事，所用直其秀，王事。因乎书信呀，只有书籍呀，书信呀，只有书籍呀。第六章，说现在回呀，一旦书一表演。在这行云不堪其忧，回呀不盖其乐，全在回呀。
11点9话，为不要自己的也不着呀，不话也不着呀，两得离会，经入为12章。不为不下话，不为君不如，不为小人如，13章。例如为母成败，不话母的情缘，你何话？因三代的名家，天不由情，非公司异想，有应一呀。14章，不话病之患不发，分离症，将一本出奇嘛，话非担何呀，马不进呀。15章，不话非1百之力，你有3条之力。然后变入经济效应，16章，不话非名出不由何，何不由书的呀？17章，不话是性文之呀，文性质之数，文是彬彬，然后文书。14章，不话人之性也低，量之性也行里边。19章，不话非之家不如何之家，何之家不如国之家。16章，不话两人以上可以不相呀，两人以下不可以不相呀。21章，反敌问题，不话无人之义，用归行的完事，可为第一。论人话人家深难离合些，可为第二。22章，不话地家闹水，人家闹山，地家东，人家正，地家落，人家修。第23章，不话这一边只有路，路一边只有道。24章，不话高不高，高在，高雅不话，人家随个之法，正于人言，之讲之呀，不话可为之言呀？君主可说呀，不可含呀，可欺呀，不可忘呀。15章，不话君主托下无门，若是以类，也可以复宽一回。16章，世间男子除了不业，夫子4之外，无所休假，天阳地，天阳地。17章，不话中庸之为德呀，其之以后，人生救义。28章，不话不要抛弃无名，一连最讲何足可以言好，不话何足无言，一也相好，标准只有点书。无人家既有个这个人，既有大的大人，相见出去，可为人之方也易。一笔笔听。谁将不话自己不走，心里好报。设计无话拉平，谁将不话自己自己汉字不言，非人不管。所有无我在18章，不话自己不修，黑字不讲，文字不留序，不
也，就是将自是因故心心如也，遥遥如也，是何将自我心意我者也就义。我不修动见修功，是何将自我自有德，故有德，以有情，有无言。就是将自我从行色修以上我理想不会言，就是将自我不恨不退，不悔不化，不一无不依常无患，皆不朽也。就该将自是无忧伤假其前，必相报也。就是将自无是一口皆不割。第一，自为干因果，央是执行，下是执防，以貌无理，忧是福。